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呢？有的人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有人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就如果我们看新闻有的地方有地震，有的地方有饥荒，其实黑暗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有的地方有战争，有的地方有欺诈现在各个高校开始开学是吧？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教学生防火、防盗、防诈骗。因为很多的这个骗子呢，他冒充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冒充你的亲人，或者冒充什么出入境或者什么的来去进行诈骗。去看的话，这是人心里面的道德沦丧。那么人在黑暗当中会怎样呢？其实是渴望真光的。感谢神赞美的时候也唱到了一切理所应当的，其实都是恩典，是吧？其实神没有任凭我们在黑暗当中沉沦，而是他借着圣子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一个荣耀的真理。同样呢，他也给我们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道的题目呢是从光明之子到光明使者。那光明之子在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光明使者在教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光我们讲光明，为什么光明呢？因为有光。那光到底是什么？如果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光是什么？工科的弟兄们应该能回答是吧？光它本质是电磁波，它具有波粒二象性，没错。光本身是电磁波，它是电场和磁场的交替变换所产生的一种能量波。本身光是一种能量，光是一种电磁波。那人能所看见的光呢，其实是很有限的，就是它的这个振幅或者它的波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去看都可以可见光其实就是从几百纳米到几百纳米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说越短的话，它的能量是越强的。像 X 射线，包括现在科技上非常这个流行在讲的就光刻机，它要刻芯片，它那个光这个波长要更短，甚至要到几纳米。那样的话它具有很多的能量。我们在讲光明之子，在讲你的生命要有光，那么怎么去理解呢？不是物理学上的这种科学上的这种光，而是看那科学上的这种光，那显现出来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向我们在显现神，就是我们人能看见的这个光，其实是神在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一个方式。他所启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提摩太前书6章那里说到，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那里讲了这个，所以神呢，他就是光。神呢，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不能看见的。所以为什么有我们可以看见的光呢？其实这是神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方式。而启示的这个光，通过这个光让我们能够知道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你看，通过我们可以看见光，那么耶稣又启示他自己就是光，他是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光来去思想今天的话语呢，分为4个部分。一个就是神就是光耶稣就是光，这是光的本体。那还有一个第2个层面想分享，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光明之子这是什么呢？这是光的接受，我们接受光。那么我们因着成为光明之子，那我们要成为光的使者，那其实就是光的见证。后面最后一部分我们谈一下我们如何能够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光做盐，成为光明的使者。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就是神就是光，耶稣就是光，这个是光的本体在约翰福音1章1到5节，那里是使徒约翰他去见证神就是光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
1章的1到5节啊，这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里使徒约翰他用最简洁最庄严的宣告来开启了福音的序曲，那是什么呢？神就是道，然后呢，神就是光，而且神那里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但很遗憾的是怎样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使徒约翰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你看，我们眼睛可以看见光，这个是神向着我们在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借着这个肉眼可见的光来去看到那个生命当中的大光，就是神，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对吧？人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什么类比的这种方法，比喻的这种技巧来去写。那么我们明白真理也是这样，神借着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可见光给我们带来光明，让我们眼前有光，那么让我们再认识到生命当中的光是怎样的，生命当中的黑暗是怎样的。所以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真是用心良苦啊。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神就好像物理当中所发的太阳光一样，那又不是这样的。通过这个可以理解神，但是呢，又不是把这个理解为神，而是借着这个神就是光，在宣告什么呢？在宣告神的本质，他是绝对的圣洁，他是绝对的公义良善，在他那里有真理，在他那里全然光明，没有黑暗，没有任何的罪恶、虚假虚谎或者暧昧的事。所以神就是这样的属性，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神借着这个可见光，让我们感受到神的这个存在，他向我们启示。那么神还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可以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这个可以让我们更加具象化的非抽象的，更加具象化的是通过耶稣来去认识神，通过耶稣他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光芒。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能也会写，是吧？某个人身上散发出来什么什么样的光，或者散发出来什么什么样的香气，就是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背后所有的一些品格、一些属性等等这些。那么同样，神也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去认识到他。所以这位圣洁的神这位是光是真理的神，他并没有停留在高天之上。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信仰是怎样呢？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神那个偶像只是在那里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亲自来拯救我们。所以神呢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并没有停留在高天之上，而是亲自来到人间。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1章3节那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见证耶稣，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我们通过可见光能够知道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神向着我们的启示。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形象他的怎样的能力，怎样的权柄，怎样的圣洁，以及他亲自所教导的道，都让我们可以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而且这个耶稣他自己也亲自宣告什么呢？在约翰福音8章12节那里说这是耶稣亲自宣告的。耶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耶稣亲自在见证他自己，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耶稣这个生命的光和没有耶稣的这个生命的光在黑暗当中这两个不同的光景的区别。这是耶稣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那想想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也是这个使徒约翰他也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也是施洗约翰他见证耶稣基督他见证耶稣基督这样的是有神的荣光所以耶稣是怎样呢？是神的形象，神的荣光，而耶稣也是父神所印证的，父神所见证的。我们看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天上好像这个天开了，有光照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喜悦他。你看父神见证耶稣是吧？耶稣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耶稣在传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耶稣说，有我做见证，有父神对他的见证，还有什么？还有圣经为他做的见证。耶稣说，你们这个考察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耶稣说不错，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看圣经当中，使徒也为耶稣做见证，可以见证耶稣是真光。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很想在追光有一首歌有一个梗也是叫你相信光吗？有的听过这个是吧？你看年轻人二代他们点头，他们听过这个就你相信光吗？其实这个跟奥特曼有关系。我的孩子他看奥特曼的时候呢，他就说哇，奥特曼这么厉害，哇，他能打怪兽。他完全看不到，那其实就是一个人套了一个橡皮套而已，对吧？一个人套上奥特曼的橡皮套，一个人套上怪兽的这个橡皮套，在那里打，而且打的动作也很假。那个打的那个动作跟中国的那个武术那个电影的那个动作比起来差远了。但是很多人很多小孩哇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其中有一集应该是就是有这样的词光我相信光的力量。所以好多小孩就因此而相信奥特曼但很明显他只是一个人套这个皮套而已。谁为奥特曼做见证呢？可能就那些小孩，但是因为他们不懂。但是为什么讲这个呢？那耶稣是这么多的为他做见证呢？父神的见证，他自己的见证，然后众使徒的见证，很多的人的生命因此而悔改，然后这个生命得到重生的见证，再加上圣经当中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都在向我们宣告耶稣是生命的光，耶稣是真正的神，耶稣是真正的救主。而且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将来他为我们预备了那新天新地，他就是这个城的灯这个使徒约翰也是在巴摩岛上，他看见异象的时候呢，那个启示录21章那里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羊羔为城的灯，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可见光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空间当中，那么到了属天的世界这是一个奥秘。到了属天的世界，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现在人眼睛所看不见的光。那个时候不用灯光不用点灯，也不用点火把，也不用什么别的灯，那羔羊作为城的灯，有神的荣光照耀，那是明亮那是圣洁，那是非常的荣耀的。所以我们也盼望这样的世界，盼望这样的新天新地。那就是说神的光要光照他们，他们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到那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种受造的这种光源，因为神的荣耀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光。所以我们看神是光，耶稣基督是光，而且这个光呢是成我们生命的光，是照亮我们生命的这种黑暗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为什么这个
人人在讲信仰，信仰有很多，人人可能在讲什么这个神那个神，这个宗教那个宗教，但是要知道哪里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光，哪里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真理啊，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生命，只有在神这里，在耶稣基督这里。所以我们要确信的就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啊，他是神荣耀的光辉。那么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光，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那就要怎样呢？这是光的本体。那光的接受，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就要信靠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这个部分在讲光的领受。耶稣基督作为生命之光，不仅是让我们看啊，而是怎样呢？而是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呼召我们说什么呢？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那里所说的，因为他讲了他是世界的光啊，让我们要去跟从他，得着生命的光。然后在这个12章36节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呼召，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就是我们要信从这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想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辉，我们要信他，我们要跟从他，要相信他。在罗马书10章那里讲到了，是吧？那我们如何得救，如何称义，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复活，是吧？那我们因着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我们就跟这个光有关系了，我们就成为了光明之子。所以这个身份不是靠修行得来的，不是靠我自己想办法能够这个发光发电，然后我成为光明之子了，不是，而是靠着外在的力量，而是神他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这个拣选呢，要借着我们的信来让这个拣选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说要信从这光。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而我们的身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黑暗之子重生成为光明之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呢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是已经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的生命不再是黑暗之子，而是光明之子啊！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一下，你是光明之子啊！对，你是光明之子啊！光明之子，光之子啊！光明之子。所以这个成为光明之子呢，会带来很多的改变啊。在以弗所书5章8到9节那里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啊，就是黑暗的、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那么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所以说我们身份改变了，那只要我们的信仰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身份改变了，那我们也会不断的来到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徒保罗就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啊，都是白昼之子，就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谨守警醒啊。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到6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已经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光明之子啊，不是属黑夜的，所以不要睡觉啊，而是要警醒谨守。所以成为光明之子，就是因为心中有神，那么眼中就会有光，而且真正的信仰一定会给人带来行为的改变。所以光明之子呢，不是停留在只是礼拜天唱诗歌赞美啊，而是怎样呢？这个光明之子是在平日当中都活在真理当中，活在主的光明当中，行事为人能够与神的恩典相称，与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光连接。诗篇36篇9节那里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光，是生命的源头，
我们要相信他，跟随他，迎接他很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了光明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所以第二个部分也在讲，那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接下来再看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成为光，为主做见证。光明之子，那就要发光啊，这是它的一个属性，是吧？所以我们要成为光，为主做见证。那这个部分也叫光的彰显啊，就是光肯定要发出来的。所以成为光明之子这个身份改变呢，它不是信仰的一个终点，而是信仰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光明之子，那我们同时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也拥有了一个使命和托付，那就是光明使者。就是我们向往前走成长的话，要从光明之子来到光明使者。其实很多的人还停留在黑暗当中，很多人还停留在罪恶当中，那么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光明之子了，那么要继续往前走，要成为光明使者。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传道的时候遇到了犹太人的逼迫，那么他们就讲了什么呢？在使徒行传13章46节到47节那里，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阿们。这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领受的一个使命，而且他们在传福音、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渐渐清晰了自己的使命。他引用了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来说，神拣选我们做外邦人的光。所以有一个身份的，看使徒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就成为外邦人的光。那有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成为外邦人的光，这个只是神给使徒的只是神给当时的初代教会的那些特别的弟兄姐妹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9节那里彼得也向我们宣告了一个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彼得前书2章9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彼得也讲了我们的身份是怎样的，然后身份附带着后面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当然是让我们可以享受他救恩的喜乐，享受他在救恩里面的美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什么呢？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这样的使者神就是光，耶稣就是生命的光，那么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光明的使者，让我们成为他的代言人。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又被称为什么呢？又被称为小基督大家应该也听过这样的词，就是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代言人，能够把他的美德、恩典、真理、他的救恩、他的福音的好消息传扬出去。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他是怎样说的呢？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13节到16节，那里耶稣用了盐和这个光来作为例子，这也是我们可以很好的明白的。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这里耶稣说什么呢？他用了你们是这个词，你们是盐，你们是光。你看他这里并没有说你们要努力的成为光，而是说你们是光。
这是怎样？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所以看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光放在斗底下隐藏呢，还是放在灯台上，然后能够照亮的一片地方。所以耶稣直接就说了，我们是光啊。那我们是光是怎样的？因着与耶稣基督连接，从他那里而得着的光，而领受的光啊，然后呢再彰显出来。所以要知道，耶稣讲我们是盐，我们是光，讲这个光的时候，并非是讲我们跟他一样，而是讲的是我们从他那里所领受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啊，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所以要在这个世代当中啊，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在腓立比书2章15节到16节，保罗是这样劝勉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是这样的劝勉我们，怎样呢？要像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因为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耶稣是生命的光。那么我们因相信他，我们就这个跟主有连接，那我们可以从主那里领受光，领受生命。然后呢，作为光明之子，又要活出来，像明光照样一样，将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那要成为光明的使者。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话语很深的领受进来。我们是光明之子，带着这样的自我意识去生活，然后也成为光明的使者，能够让人通过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看见神的这个大光。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想分享的就是，那我们如何去实践呢？我们如何去为主做见证呢？那就是光的实践。具体如何行啊？结合圣经的教导，我们从3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品格上要发光，在品格上要发光。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啊？就是我们在品格上，我们要拥有什么样的品格，也就是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基督徒啊，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是怎样？就是品格的见证。现在人去世之后，一般会写什么呀？写墓志铭。那墓碑上会写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在评价我们自己也是，在我们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来看我们自己，那我们到底活出了一个怎样的存在？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品格？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有什么这个生命的品格呢？他的谦卑、温柔、舍己、牺牲、圣洁他全然的爱，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品格。所以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自己，那就是在这些品格当中来去看我们是否是一个这个诚实正直我们心中是否有良善，我们是否有这些圣灵所结的美好的果实这种节制、温柔、忍耐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要努力去操练这些非常美好的品格。所以呢，我们如何成为光明之子，做光明的使者呢？就是要在这个品格方面。对啊，我们一提到某个人如果我们首先想到，哎呀，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很这个谦卑的，或者很有爱的等等这些，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品格。如果一想到如果别人一提到自己，哎呀，这个人很诡诈或者这个人很小气这个人很这个情绪很暴躁，那我们要改变了，是吧？所以如何成为光明使者？那要改变自己，在品格上去操练自己，而这是一个很一生之久都要去操练的这种功课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个方面照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去操练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呢都会在你的职场当中、你的家庭当中，或者你的社区当中能够这个被看见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在讲销售，
是吧？在管理学当中会讲销售，你怎样去讲这个产品啊，或者你的一个什么所卖的一个东西。那其中有一个理论就在讲的就是做销售其实就是在打造人设，就是在看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之前听过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卖二手车的，就是他每个月都会有几百单这样的卖出去，这是很了不得的啊，100多单这样。有人去研究他，为什么他能够卖得这么好？后来才发现这个人他里面有非常这个诚实正直的心，而且呢，他是为客户着想，甚至有的人来他这里买车，他就说，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你想要的这种车型，然后我告诉你哪里有，他会把他的客户介绍到竞争对手那里去。所以他在这个人的印象当中呢，就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人设，就这个人很正直的，很诚实的，而且他是为客户着想的。有的时候一个人说他想买这样的车，然后他说这个车并不适合你，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他是完全为客户着想，他说我这里有你想要的这个车，但是呢我不建议你买。所以你看他是身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人选择了信任他，相信他这个人，而相信了他的产品。所以你看讲管理学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更是这样，我们要有非常美好的品格，我们的人为人在神的面前当站立得住，而且在人面前也是可以站得住，有美好的品格。那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在言语上面预备在真理上能够好的做见证。前面讲的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品格，那第二个层面讲的就是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说话是怎样的。然后耶稣是为自己做见证的，他说我虽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耶稣是很诚实的在讲自己他在见证自己，主为自己做的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是真实的那我们今天呢也要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的言语要学会能够去为主做见证，为给别人能够讲清楚福音是怎样的，我所相信的是怎样的。所以要在言语上预备自己。彼得也是劝我们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谦的心回答个人，是吧？那我们的言语上要有预备，然后呢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看施洗约翰也是为主做见证的，是吧？使徒约翰见证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拿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我们也不是这个耶稣那样的光，我们是他的领受光，但是我们要为光做见证。前面讲了好的品格做见证，然后还有呢言语做见证。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这个操练我们自己准备好我们自己。如果你身边的同学你身边的同事有机会可以听你讲福音，那你能不能好好的跟他讲清楚？所以要在言语上来去预备怎样的去说话为主做见证，熄免他看见了那光然后呢他就安然离世了，因为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说主如今你可以释放我安然去世。所以他看见了这光，然后呢他在最后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称颂主，他这个有了这样的西缅颂路加也是把这个记录下来，这是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的这个西缅他为主做了见证所以我们也当用言语来为主做见证。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怎样成为光明使者，就是要在善行当中要有善行，就是我们的行为在善行当中可以堵住别人的毁谤，就是我们要存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在讲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看我们如何成为光明使者，那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品格，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
怎样的为真理做见证。第三个就是在善行当中，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为人、说话、做事这几个层面，这都是要好好的操练，让我成为光明的使者。在彼得前书2章12节彼得那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阿们。这个经文就讲到了好行为耶稣也是讲的这些耶稣说要将你们的好行为显在别人的面前，就将荣耀能够归给神。彼得也是这样的讲。其实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友好吗？不一定是友好的。有的人常常拿着有色眼镜来看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用什么为自己说话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这样的品格，诚实、良善正直、公义、有爱心、谦卑、忍耐、温柔，这些有这样的品格，生活活出来这样美好的善行，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些挑剔的人无话可说，最终可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在这几个层面来成为光明的使者。所以也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看我的言语是怎样的，我生命当中有哪些品格是需要去改变的。如果说我生活当中最近有这种不讨神所喜的这种行为这些习惯，坏的习惯，那要改掉，要不断去操练属基督的美好的生命的品格。然后也看我的说话是怎样的，我的说话上能不能够见证主，能不能够见证真理，我的所做的事情上，我每一天在做什么事情我每天是做那些很无聊的事情，是那些给我们生命没有任何造就的事情，还是我做的事情都是可以造就我的生命，也可以让别人的生命得到造就的。所以听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上，要落实到我们的生命每天的这种生活生命的这种改变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真的能够领受我们是光明之子的这个身份，也领受我们是光明的使者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托付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光明的使者。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偏远的村庄还没有通电，有一天呢，有一个村民从城里面带回来一盏太阳能灯。这个太阳能灯是吧，有个太阳能板，然后接一个灯泡，夜晚来临的时候呢，这个灯就亮了整个屋子，他们家整个屋子都亮了邻居们看见就纷纷的跑过来看其实他们是看什么？他们是看这个灯所带来的光。他们就会说，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也能得到吗？那人说，其实你到太阳底下去，你站在太阳光下，让这个光充满你，你也可以成为一盏灯。这里在讲什么呢？其实从物理的可见光这个角度来看，太阳现在是在太阳系当中它是最大的，所有的光其实都是来自于它，所有的能量也都是来自于它。就我们在这个地上所用的任何的能源，其实都是跟太阳直接联系的，或者有间接联系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呢？要成为一个太阳能的灯，就是当跟太阳光连接，那我们就吸收这个太阳光，转化成能量，也可以这个自己的灯可以发光。所以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够发光呢？就是要很好的跟主基督连接，跟神连接，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很好的发光。虽然将来在天上的世界当中，属灵的世界当中，那我们不需要在灯光日光，有主的光亲自要照耀我们，但是呢，我们又处在现今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处在当今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当中，那我们要很好的与主连接，与神连接，我们成为这样的这个光，能够去见证神，见证主基督的荣耀。可以说神就是光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终极的根基。耶稣就是光他是我们救恩的源头，而且看圣灵也会常常光照我们。我们在讲我们得到一些什么感动的时候，常常讲圣灵光照我们。神是光，耶稣是光圣灵也是可以光照我们，
这是我们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这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荣耀的身份。那我们要成为光明的使者，这是我们神圣的使命。所以愿我们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用最后一句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阿们。这是使徒保罗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神怎样呢？差遣保罗，让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怎样呢？是让人的眼睛睁开，让人从黑暗归向光明，让人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如今其实神也是借着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的眼睛睁开，让更多的人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让更多的人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建立起来我是光明之子的身份，然后呢，领受这个光明的使命的呼召，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见神荣耀的光。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